正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揾食嘅時候難免對膝頭哥造成負荷。全新德偉忍者護膝，全線一共3款，都係用咗1680丹尼係數嘅超竹稱材料。我哋嚟逐款睇下啦。第一款標準舒適版，專門為長時間室內工作而設計。當你跪喺地板做嘢嘅時候，佢嘅啫喱保護層同埋旋轉扣帶就發揮作用，因應你姿勢嘅變換嚟減輕你膝頭哥嘅壓力。呢一款喺日常室內用就啱晒啦。第二款進階硬殼版，喺第一款嘅舒適基礎上加入咗硬殼防護蓋，有效防止摩擦造成嘅損傷。呢一個設計唔單止更加襟用，仲提供咗更高嘅保護性。第三款最高級嗰隻全方位防護版，就係功能性同美學嘅完美結合，配備半剛性 TPE 外殼，加強支撐保護嘅同時，兼具防滑性能。就算去到地盤有埋沙沙石石，落雨都唔怕，全方位咁幫你嘅膝頭哥帶嚟最大保護。德偉忍者護膝就係保護你膝頭哥嘅最強之盾，日與留翻對健康嘅膝頭哥同孫仔共度天倫啊！如果想即刻知道最新消息，即刻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！